最終嘆息厭倦。緣折返第一天，混亂裏找尋新的支線，再過好生活，這個好青年，要送秒針，重遊到咗光陰反轉第一天，事業愛戀重鋪生命線，怎意料這循環線也同結果，也只想回到舊年。幾多感情回歸終給欺騙，幾多心靈回首終給污染，由誤會框起鐘錶那圓圈，能否見隱住？日記簿每頁快揭穿，看懂還未看穿，緣折返第一天，混亂裏找尋新的支線，再過好生活，這個好青年，要送秒針，重遊到咗光陰反轉第一天，事業愛戀重鋪生命線，怎意料這循環線也同結果，在終點也在願跟天悔恨當天，哪怕已經重寫千個序言，小說定配合情節往常理發展，當宇宙再無時間也無結果，這篇章才有伏線。怎麼可從回憶中的光線，怎麼可從回想中的初見，10歲